嚟到 Check Beauty 臥底美容團實測時間。今日我哋係去尖沙咀呢一間單次美容院，到底係好店定黑店呢？ Let's check。今日我哋試呢一間美容院，等待嘅時間覺得環境都幾整齊同舒服，一陣間埋單嘅時候睇下會唔會 sell 我先。要翻2個星期之後你就可以再做第一次啦，可能飲多少少水。咁同埋你睇你俾錢住住，因為咧而家呢一個優惠咧，佢有即時間頭先有嘅，咁就680一個次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買第2 set 嘅話咧，咁個第2 set 咧就好價之後個單次咧就會貴少少啦。你會唔會俾多一次啊？跟住你翻去諗下，如果你覺得中意，你翻嚟仲可以用翻680 1000零蚊嗰個價錢做多幾次。咁我睇咗啲效果，啲效果係有咗。但係你可以買多一次咯，你下次翻嚟如果覺得真係中意，你就可以直接幫價錢繼續做。所以我就諗住睇下做一次呢個效果如何先，係咯。我睇咗個效果先，係啦，即係同大家分享翻今次嘅探店體驗。今日做嘅係一個 emo 減脂嘅療程，過程美容師都好細心做，喺房會詳細講解翻肌嘅功效啦，同埋療程之後會出紅嘅注意事項。680蚊係體驗價，會做足 emo 爆脂加收緊兩個頭。而體驗價嚟講 ，CP 值算係高㗎，冇顧問房，入房之後都冇 sale。不過要留意翻嘅係體驗價之後價錢會係正價，佢亦都有話可以購買單次正價。當然佢有話買 plan 係平啲嘅，不過當我明確拒絕咗佢2次之後，佢哋嘅態度都好好，亦都冇再講啦。Check 嘅小貼士，做 emo 咧，佢會係咁吸住啲肉仔，之後咧會有啲好似起沙嘅狀態噶，所以做完之後位置會紅3至4日左右。想做就要留意下啦。今次咧係我第一次做，因為我啲肉仔咧係比較鬆啲噶，佢收緊口1次都會見到有少少嘅效果，係唔錯噶。不過始終減肥機咧都唔係做1次就得。如果你想去呢一間做嘅話，可以睇定佢嘅單次收費價錢係咪適合你嘅價錢範圍內先。因為體驗價完咗之後咧會係一個正價，店員埋單咧都會收1至2次噶。如果想單次收費，明確同佢哋講拒絕買聽就可以噶啦。呢一間我會列佢為一間好店，環境我會俾4分，服務4分，hard sell 程度2分，CP 值4分。想睇多啲探店影片就快啲 follow 我哋IG 同埋 Flex 啦。